各位香港人早晨，歡迎收聽2026年5月6號星期三嘅曼城早報。今集我哋會講英國公布24種皮膚疾病可以申請 PIP， 每星期最高可以獲得114磅資助。英國擬推豪宅稅，預料有16.5萬戶受影響，最快2028年實施。Rochdale 幼兒園遭 Ofsted 批評，需緊急改善，校方否認飲水安排有問題。蘇佛學校因可疑訊息疏散，警方指暫冇實質威脅證據。倫敦前猶太會堂疑遭縱火，反恐警方介入調查。倫敦經貿辦間諜案陪審團未達一致，法官接納大比數裁決。湖南煙花廠爆炸，讓26死61傷，當局調查事故原因。開始之前，我哋先睇下今日天氣。今日曼徹斯特天氣整體以多雲間中有晴為主，日間大致乾爽，清晨氣溫較低，大約6至7度，早上逐步回暖至9至11度，天氣穩定，降雨機會偏低。中午至下午時段氣溫維持喺12至13度，大致多雲，有陽光間中出現，降雨機率普遍低於10%，屬於較為舒適嘅天氣。傍晚之後氣溫開始回落，由13度下降至大約10至11度，雲量仍然較多，間中有輕微降雨機會，但整體影響唔大。夜晚氣溫進一步下降至大約9度。風速大約6至8英里每小時，屬於輕風水平。英國工作及退休保障部公布，現時共有24種皮膚疾病可以申請個人獨立津貼，即係 PIP， 每周最高可以獲得大約114英鎊嘅資助。PIP 係一項免稅非資產審查嘅福利，主要支援長期身體或精神健康狀況人士應付日常生活開支。截至2026年4月，英格蘭威爾斯已經有超過370萬人領取相關津貼。PIP 分為日常生活同埋行動能力兩部分，申請人可以根據評估結果獲得其中一項或兩項資助。現時日常生活部分嘅最高金額係每星期114.6磅。英國工作及退休保障部表示，只要年滿16歲，患有長期健康問題或殘疾，並預計影響日常生活或行動能力達12個月或以上，就可以申請 PIP。即使淨係工作或者有儲蓄，亦唔影響資格。當局列出嘅皮膚相關疾病包括濕疹、牛皮癬、酒渣鼻等等。最新數據顯示，涉及皮膚疾病嘅 PIP 申請個案有大約29,000宗。政府亦喺2026年初調整津貼金額，整體上調大約3.8%，並新增多項可申請嘅健康狀況。有意申請人士可以透過電話向英國工作及退休保障部提出申請，並需要填寫相關表格，說明健康狀況對日常生活嘅影響。更加多詳情可以參閱英國政府網站。英國政府計劃引入針對高價物業嘅額外市政稅附加費，預計最快喺2028年4月實施。大約16.5萬個家庭可能受到影響。有關措施由財政大臣李允晴喺秋季預算案中提出，適用於市值超過200萬英鎊嘅住宅物業。屆時，相關業主需要喺現有 Council Tax 基礎上額外繳付年度費用。根據方案，附加費分為4個級別。最低係每年大約2500英鎊，適用於200萬以上物業；最高可以達到7500英鎊，適用於500萬以上物業。政府估計措施喺2029至2030年度可以帶來大約4億英鎊嘅收入。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預測，
新稅推出首年將會影響大約16.5萬個物業，至2030年略增加大約16.7萬個。不過有報道指出，政策實施成本或者接近稅收規模，包括物業估值同埋行政開支，總成本可能達大約3.8億英鎊。此外，預計印花稅同埋遺產稅收入亦可能因樓價調整而減少。反對派方面，影子房屋大臣 James Cleverly 批評措施增加家庭負擔，又質疑對整體經濟同埋房屋市場嘅影響。政府又表示，措施旨在針對高價物業，提升稅制公平性。現時部分地區出現高價物業實際繳納嘅市政稅低於一般家庭嘅情況。OBR 亦指出，新政策可能影響市場行為，例如減少高價物業供應，或促使業主將大型住宅分拆，以避免額外稅項。當局正係研究具體實施細節。大曼徹斯特 Rochdale 一間幼兒園喺最新監察報告中，被指需要喺所有範疇作出緊急改善，並引發對學童照顧安排嘅關注。校方回應，部分內容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已經提出異議。涉事嘅 Little Star Preschool 早前接受英國教育監察機構 Ofsted 巡查，報告指出，園內喺保障兒童安全方面存在問題，形容部分情況令學童面臨潛在風險。報告提到，園方未有為學童提供個人水杯，而係共用杯具，亦指飲用水放置位置較高，部分兒童未必能夠自行取用。此外，報告亦批評職員喺衛生處理上未有一致做法，包括未有妥善清潔同洗手。報告同時指出，部分員工未能識別虐待或忽略嘅症狀，亦唔清楚相關通報程序。課程設計、管理層領導同埋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支援亦被提出關注。Ofsted 已經向該幼兒園發出福利要求通知，要求作出指定改善。對於有關指控，幼兒園方面表示，所有學童都可以攞到飲用水，並指水會放置於適當高度。職員亦會協助同埋提醒兒童飲水。校方認為，檢查時間正值設施因為水管爆裂同埋水浸影響後，啱啱重新開放，情況未必能夠反映日常運作。園方表示，已就報告部分內容提出正式質疑，並正係推行改善計劃，包括加強員工支援同埋監察，同時同地方政府同埋外部機構合作，持續提升服務質素。校方強調，兒童嘅安全、福祉同埋發展仍然係首要考慮，承諾會持續改進。大曼徹斯特 Salford 一間中學喺星期二5月5號因為接獲可疑訊息而進行疏散，多名學生被要求提早返屋企，事件引起家長同埋學生關注。涉事學校係 Oasis Academy Media City UK。校方表示，當日上晝接獲警方通報後，出於預防措施，決定安排學生離校，以保障師生安全。大曼徹斯特警方表示，近日接獲涉及多間學校嘅惡意通訊報告，相關事件正係作出統一調查。不過警方指出，目前未有證據顯示存在實際威脅。有家長表示，當日上晝大約4點半接到子女來電，指校內情況突然變化並感到不安。亦有學生家屬指，校方一度要求學生留低個人物品並離開校舍，現場一度出現混亂情況。警方當日派出警員到場調查。校方其後向家長發出通知，表示學校當日將會暫停運作。校長 Christian Harris 表示，
學校正係同警方同埋相關部門合作，會持續向家長提供最新資訊。警方強調，現階段未有跡象顯示事件涉及真實威脅，正係調查發出相關訊息嘅人士。倫敦東部 Whitechapel 一棟前猶太會堂喺星期二5月5號清晨發生火警，警方正係以懷疑縱火方向調查，並由反恐部門介入跟進。事發地點係已經停止運作嘅 East London Central Synagogue。倫敦警察廳表示，根據初步閉路電視畫面，火警相信屬人為縱火。警方指出，事件發生喺當地時間清晨大約5點16分，火勢主要影響建築外部，未有造成傷亡。倫敦消防隊已到場將火救熄，起火原因仍在調查中。由於近期倫敦多個猶太社區相關地點接連發生襲擊同埋企圖襲擊事件，警方正係研究今次案件係咪同相關事件存在關聯。反恐警務部門已接手主導調查。警方高層表示，雖然涉事建築近年已經不再作為宗教場所用途，但事件仍然可能對當地同埋更加廣泛嘅猶太社群造成影響。社區安全組織 Community Security Trust 呼籲公眾保持警覺，並喺任何時間發現可疑情況時向警方通報。英國政府方面表示，事件屬於近期一系列針對猶太社群嘅嚴重事件之一，並強調會持續關注相關情況。當局目前正係調查事件動機同埋可能涉及人士，暫時未有公布進一步詳情。綠豆報道，香港駐倫敦經貿辦間諜案進入裁決關鍵階段，12人陪審團已經連續第4日退庭商議，但仍然未能就所有控罪達成一致裁決。法官其後宣布，喺特定條件下將會接納大比數裁決。根據庭上情況，首席陪審員向法官表示，未能就2名被告袁松標同埋魏志良全部控罪達成12-0一致裁決。法官經考慮後，指示陪審團繼續以一致裁決為目標商議，但同時說明，如果最終仍然冇辦法達成共識，法庭將會接受11-1或者係10-2嘅大比數裁決為有效。法官亦重申，陪審團商議並冇時間限制，可以持續討論直至達成決定。喺商議過程中，陪審團曾經提出多項法律問題，包括詢問若被告梗有意圖向情報機構提供資料，但未實際造成協助，係咪仍然構成控罪？法官回應話，單純意圖並不等同於實質協助。陪審團需要根據證據判斷實際行為係咪符合控罪元素。案件審訊歷時近2個月，共審理大約34日，涉及違反英國2023年國家安全法。控方指2名被告喺2023年底至2024年期間涉嫌協助境外情報機構喺英國進行監視、收集資料同埋相關行動，並涉及一宗針對在英港人住所嘅行動。第2項控罪涉及所謂強行進入行為。法官早前向陪審團解釋，相關法律重點並不在於係咪使用暴力或力度大小，而係在於係咪喺未經授權下進入處所，以及係咪涉及為外國勢力行事嘅協議。此外，次被告魏志良另被控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涉及其喺任職英國邊防人員期間涉嫌不當使用政府數據系統。陪審團喺商議期間亦出現多項情況，包括早前有陪審團因身體不適入院，導致商議一度暫停。其後該名陪審員已返回法庭繼續參與討論。另一方面，法官亦曾經就陪審團內部討論作出指示，
提醒各成員需要互相尊重、有禮溝通，並確保每個人都有發言機會。同時強調所有決定必須基於庭上證據，而非外界資訊或個人猜測。案件亦反映英國陪審團制度嘅運作方式同香港唔同。英國陪審團一般無需強制留宿，商議可以喺每日散庭後暫停，第二日再繼續。至於裁決方式，法庭通常會先要求一致裁決。若長時間未能達成共識，法官可以按照情況下調門檻，接受大比數裁決。目前陪審團仍在商議，裁決結果尚未公布。中國湖南省一間煙花工廠喺星期一5月5號發生爆炸，造成至少26人死亡、61人受傷。事件發生後，大批救援人員到場搜救，目前行動已經結束。事發地點位於湖南瀏陽市一間煙花廠，當局表示，爆炸發生之後需要疏散廠區3公里範圍內嘅人員，以確保安全。救援期間一共出動超過1500名人員，並動用搜救犬、無人機同埋機械人進行搜救。期間成功救出7名被困瓦礫下嘅傷者。官方指出，廠內2個火藥倉庫喺救援過程中存在高風險，當局亦採取措施降低再次發生事件嘅可能，包括對現場進行降溫同埋加濕處理。爆炸威力強大，附近住宅亦受波及。有報道指，鄰近建築嘅玻璃窗被震碎，部分門窗結構受損。傷者年齡介乎20至60歲，部分人因為被飛散嘅物件擊中而出現骨折傷勢。當局表示，警方已對涉事企業負責人採取控制措施，並正係調查事故原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事件作出回應，要求全力搜救失蹤者、救治傷者，徹查事故責任。當地政府表示，正係持續監測附近空氣同埋水質，目前未發現異常。瀏陽市係中國主要煙花生產地之一，近年中國多地煙花相關工廠同埋店鋪曾經發生爆炸事件，造成傷亡。今日嘅曼城早報就嚟到呢度，好多謝你每日早上花少少時間聽我講新聞，好開心可以陪住你開始新嘅一日。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幫到你，或者中意有人用廣東話為香港人報道英國新聞，記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或者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Buy Me a Coffee。曼城早報逢星期1至5都會更新，希望可以陪你嘆早餐、搭車返工返學，做你每日嘅曼城廣東話早晨節目。祝你今日順利，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拜拜。